2022年大台南国际旅展伫咧10月12号伫南巷的世贸展览中心内热烈开展，现场有精彩的歌队甲人狮表演来为展览扭开序幕。最近疫情慢慢咧回稳，呼吁市民会当透过旅展来规划旅游的景点，除了会当捡到便宜以外，同时透过消费嘛会当振兴咱的经济。嘛，大家报告就是讲，台南市政府为着市长的努力之下，我们在观光旅游局的推展，不只是在我们台南市安心旅游，我们也推展了30家的这个饭店，达到了我们国际观光安全的标准，有一个认章。那这边呢，咱过来就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讲，除了讲咱观光旅游的景点的这个推动以外，咱伫饭店的所在吼，已经民宿有开放认证的这些民宿达到700家，在防疫的过程里面，700家已经超过了6都，超过了全国的成长率。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旅宿业、观光同业工会所有的这这个业者，也是咱的理事长、咱的会长共同的支持之下，咱今仔日台南市有法度在这个疫情期间呢，还可以有这么好的成长率。今仔日这个旅展，咱的观光工厂也好，咱的观光旅馆，航空公司，伴手礼，咱大家使尽全力，浑身解数中吹落去。听讲今仔日，咱的香格里拉拍甲骨折，拍甲4折，大家来交关一下，倒附近，咱大圆皇冠，大家真正，就在冲业绩，这个旅展，带来人潮。活动的现场会当看到有真侪单位提供予消费者来询问，其中台南市议会今年嘛以市议会外观甲艺术厅参与这摆的展览。议长表示，透过不断美化议会外观，提供予旅客观赏，会当提供予旅行社伫咧安排行程的时阵，加一个引盲休闲的行程。你在我们台南市议会也有来参加，那台南市议会说，台南市议会那来参加这台南市议会嘛要来行销。行销什么？行销台南市议会未来伫11月30以后，将创下全国唯一一个量化工程，包括灯光、水舞、颜色、音响结合在一起的地方。其中这两个台南市的观光旅游的暗时除了去踅市以外，就去踅旅游。那么台南市议会搁另外提供这个场所，互咱到全国的比方说时代来到台南市了会行行。是全国唯一，包括市政府以为量化的一个建筑物，是所有内底全国立体水舞喷射最高的一个景点，40米，立体水舞喷射到40米，所以每一天内底都有分了真侪地方表演的机会。欢迎市民朋友会当利用10月12号到10月15号4天的时间，来到南巷的世贸展览中心，做伙来参加抽奖的活动，并只要有消费满5000，就会当抽住宿券哦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